消息，这嘛是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关键的14天，因为进前这陈市长就讲过，强调讲这个防疫关键14天，为3月19开始算，昨是最后一天。台湾确定的病例数已经下降啊，昨敢若增加7例确诊，啊，最近呢2礼拜以来呢，一天上少的这个比例呢，甲这个欧洲啦、美国比较起来，当然咱的防疫较有这个成果，但是就是强调讲啊。严治严防，这个境外这是关键。所来防疫重点是啥物？要肯定加强国内居家检疫的隔离的管控。感染科专家嘛表示讲，可能会增加这个防止无症头感染的人，医生拢爱提高警觉。管你是倒一国的人，拢莫过入来。3月19，指挥官陈时中宣布，全面禁止外籍人士入境，入境者一律爱居家隔离检疫14天，一直到4月初一14天防疫关键期过。国内新增确诊加居家检疫人数拢呈现下降趋势，对于最高峰52000人，降到46000多人。欧洲的欧美的反扑即将就开始，而且事实上也开始了。在对的时间点，超前部署，先全面禁止中港澳人士入境。3月14，针对欧洲甲中东回台者需要居家检疫，关键14天当中，3月19开始全面限制外国人入境，所有入境者拢需要进行居家检疫14天。嘛，陆续对欧美国家开始追踪，透过健保资料比对，有症状看过病人，拢要求进行采检，避免爆发社区传播。看来子宫颈外防治开始有效。这2个礼拜的时间，可能会有很多境外移入的个案。果然就是说，那个一开始大家回来以后，那个境外移入个案偏高，最近有点慢慢下降的趋势。但是防疫是长期抗战，关键14天虽然过去，煞来也免个放松。指挥中心要加强国内居家检疫隔离控管。规定就是说，居家检疫如果1次违规，我们就要做集中检疫。侦测可能会无那个隐性的社区感染，所以在医界的话，我们就要提高警觉，尤其是所有肺炎都要做筛检。除了医界爱提高警觉，专家嘛，搁再一次的提醒，民众挂嘴暗、较接洗手消毒，也是防止疫情唯一的方法。